好，收帳篷，打包。收嘢。收好，繼續收好個帳篷。好，營地嘅廚房，我哋整早餐，煲個水，全部有啱微波爐 barbecue。好，整個公仔麵做早餐算啦，飲個茶，飲個咖啡，公仔麵做早餐。你個呢個袋係咩嘅？可以汽車露營，可以帳篷露營，冇乜人啊而家。我哋喺嗰度帳篷露營。好，食個公仔麵做早餐。organic tea out， 再沖個茶，茶同公仔麵，再煲翻湖水先。公仔麵、月餅、蘋果、茶，早餐。收拾好，食完要起程啦。